过来是婚姻的消息，有一个国小5年的小女童，伊的爸爸听讲，早囝伫学校，和一个男同学甲占巴肚，这个爸爸真生气，冲去学校拍这个男学生，是讲拍甲不肚受伤，放尿过来放火。小男童的家属到警察局提出着告诉，这个拍人的爸爸互含杀犯办。 一个查甫人为校门口大声喊一个查甫学生的名，哪行到教室的走廊。这个查甫学生听到有人伫家叫，为教室行出来，双方相闪身。这个查甫人向压头，挖紧这个查甫学生，学校的警卫甲老师随赶过来。这个查甫人摸这个查甫学生的巴肚，老师赶紧将这个查甫人扭掉咧。 地点是婚姻一间国小，拍人的查甫人是校内一个国小5年的家长，伊才生气冲去学校拍人，是因为听查某囝讲有一个男同学伫学校占因查某囝的巴肚。男同学先踹我女儿左腹部3、4下，再推她去撞门。 因过被拍男同学的亲人袂当接受，认为讲这个查甫人身为家长应该通知学校的老师理性的解决。伊毋若入去学校，佮将这个囡仔拍甲巴肚受伤，放尿佮有火，离开前佮共强悍。他在离去之前还有恐吓他说：“我工具都准备好了，你明天就不要来学校。” 同学的纠纷却变成暴力事件，校园被人走入去，学生家长烦恼讲校园的安全敢是出问题啊？适逢学生上学时间，所以大门是敞开的。针对此事件，召开校园安全会议，检讨改进。 虽然校方强调讲拍人的代志，过段讲就请双方的家属到学校，初步已经达成和解。不过因为被拍男同学的亲人事后又搁去警察局提出告诉，警方讲伊愿意依照二小害甲伤害罪，函送拍人的查甫人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